来看高雄市一个73岁老大人涉害死一个失踪41岁的妇人人哦，警方阁发现讲，这样一个失踪3礼拜的妇人人，甲嫌犯拢捌出现伫三民公园。监视器嘛发现讲，这个妇人人哦，捌出入嫌犯的厝里，有可能是第二个受害者。上新的消息是，警方伫现场的嫌犯的厝里，阁发现第3个女性的血，目前嘛扩大的追查，这个现场的嫌犯伫早起11点已经被羁押了。1月17用到12点外，现场的妇人人对高雄捷运后夜站行到三民公园，这是监视器翕到伊失踪了后上尾出现的形影。家属伫1月27报失踪，2月初1人也是无转来，搁再报警察。会在张父返回到本市的左营区的富民街住家后，就没有见到张父，所以他的妹妹在2月1号再次报案紧急选取。2月初6，警察查到一件台人分尸案，73岁现场的嫌犯涉嫌伫厝内甲71岁现场林的妇人人抬死了后，甲尸体行现杀。但是我们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，这个张嫌所说，有回避之嫌，所以我们就调阅监视器发现。这个死者并没有在30分钟之后离开，是进去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了。警察对照发现嫌犯徛家，那像验到第2个甲第3人的血，佮加上今马调监视器确认失踪的现场的妇人人，捌去嫌犯引导，但找无人是互警察唔敢逮伊。本案已经采取真女的口腔的 DNA 检体送鉴识中心紧急比对。查某的有时啊来遮，查甫的久久会来一个。去到现场嫌犯甲死者接触的公园，附近大头讲嫌犯甲死者有熟悉，佮有另外一个妇人人甲嫌犯嘛有来往，毋过无法度确认敢是现场的妇人人。警察甲第2个人的血落去比对，今嘛也无法度确认身份。来到现场的妇人人所住的大楼，管委会讲捌透过其他管道斗找人，毋过无消息。现场的妇人人生活是真正常，嘛会出去拜访朋友，其他无方便讲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